大家好，我係花生仔，歡迎翻嚟今日嘅樓市快報啊！我每日都會同大家一齊睇下香港磚頭嘅古仔，學樓市 KOL 話齋，樓市一定會反彈，不過冇所謂啦，信者得救，唔信咪繼續住樓下公園咯。大家準備好未？今日個市真係好似精神分裂咁啊！係一邊有大行唱好啊，發展商咧前景一片光明，係叫大家快啲上車。另一邊廂咧，同政府有關嘅機構咧就蝕到入肉啦，豪宅劈價劈到見骨，究竟我哋應該信邊個故仔？今日就同大家一齊拆解下呢個羅生門。首先，我哋睇下啲好消息先。交銀國際啱啱出咗份報告啊，好睇好新世界發展，仲將佢個目標價升到去9.7蚊。點解啊？因為新世界盤數好靚仔喎，2025財年買樓賣咗260億，淨負債又少咗，仲成功借到筆800幾億嘅新錢。大行就話，只要美國一減息，香港樓市一復甦，新世界嘅股價就準備飛天，估值要重新評估啦。哇，聽落係咪好振奮人心呢？好似聽日就升市，遲買就執輸咁。不過呢，大家唔好興奮得咁快。我哋轉個頭啦，睇下另一個同樓市息息相關嘅機構——市區重建局。佢哋盤數就似乎冇咁靚仔喎。市建局公佈上個財政年度營運上錄得4100萬赤字，如果計埋啲物業減值撥備，總共虧損咗成27億。呢個已經係佢哋連續第3年蝕錢。原因好簡單啊，就係樓市唔掂，發展商連地都唔想投，搞到市建局冇買地收入，仲要面對做一個是一個嘅收購困境。佢哋都話嚟緊呢年盤數都唔慌，會好睇。喂，呢度就奇啦！一邊係私營發展商俾大行吹到上天，話樓市復甦在望；另一邊係半官方機構因為樓市太差而蝕大錢。咁究竟個復甦係復甦咗去邊呢？定係個復甦只係屬於嗰啲有能力借到幾百億嘅大財團，同我哋呢啲小市民無關啊？係講到借錢，唔係個個發展商都咁風光㗎。好似麗新發展咁啦，最近就壓咗成棟長沙灣廣場出去。揾咗成20間銀行啦，先湊夠34.6億嚟還舊債。雖然話成功續到命，但係要揾咁多間銀行夾錢啊，仲要壓埋自己嘅核心資產啊，你就知依家啲銀行借錢有幾咁手緊啊，發展商資金壓力有幾大啦。佢哋仲有幾筆債陸續到期啊，真係一步都唔可以行錯。發展商都咁頭痕，咁實際嘅成交市場又點呢？我哋睇一單真正驚心動魄嘅成交，上水天宮一間獨立屋啱啱以4000萬賣出。你可能會話4000萬喎，好多錢啦。但係重點係呢間屋喺2年半前係賣緊6000萬嘅，個買家最後撻咗大訂唔要，而家新地要劈足2000萬，即係打個6-7折先揾到新買家接貨，跌咗30%幾啊！仲要俾個買家720日，即係足足2年時間去成交。你話個市有幾暢旺，先要用咁嘅條件去出貨？客訂嗰位仁兄啦，寧願蝕一大筆錢啦，都唔敢要貨。可能佢當時已經睇穿咗啲嘢，個市咁樣。咁有啲發展商就忙住撲水，有啲就忙住派月餅。咁好似恒基地產咁，最近就搞咗幾場活動，派咗2500個福袋同月餅俾基層市民，送上節日溫暖。喺呢個樓市風雨飄搖嘅時候，見到發展商咁有善心，真係好感動啊！不過如果樓價可以好似佢哋啲善心咁回饋下市民就更好啦，你話係咪？今日花生仔就講到呢度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，唔好意思留言分享你嘅樓市睇法，或者想我哋下一集講啲乜，下次再見。